舊式屋苑停車場好多部電動車同時充電，然後電箱啪一聲跳咗掣，然後全場黑晒，日日跳掣。咁唔通住喺呢啲舊式嘅屋苑就注定同電動車同充電樁冇緣咩？咁梗係唔係啦！我哋新 Power 嘅頂尖科研團隊俾出咗第3個答案，核心嘅秘密就喺呢度，來自寧德時代高性能高密度嘅固態電池。佢嘅工作原理就係一個好大型嘅電池，喺日頭成個社區嘅用電量都係屬於一個低電量嘅時候，佢就用6至8個鐘嘅時間，慢慢喺電網嗰度吸收嗰啲電，儲起嚟。到咗夜晚，等你翻到屋企，佢就可以釋放22 kW 嘅大功率，為你嘅車快速充電。咁樣咁顛覆性嘅產品，究竟背後係邊個喺度支持緊我哋新 Power 咧？首先，電池係嚟自我哋嘅股東寧德時代，一個全球電池嘅絕對嘅王者 Tesla 寶馬嘅供應商。其次 ，AI 嘅儲能演算法係嚟自香港理工大學黃勝偉教授嘅團隊，國際智能建築同埋能源領域嘅一個頂尖嘅專家嚟嘅。黃教授親自領銜嘅智慧能源研究所，為呢個方案提供咗核心嘅 AI 嘅演算。佢可以智能咁樣預測用電嘅高峰，同埋優化成個儲能嘅策略，等每一度電都發揮最大嘅價值。再舊嘅樓，50年代起嘅樓都頂得住。目前我哋已經有好多嘅成功案例，例如麗港城同埋港灣豪庭呢啲咁樣嘅大型嘅屋苑，曾經不可能充電嘅社區，而家業主夜晚翻到屋企即插即充，第2日過夜叉爆，滿電出發，呢啲先係真正嘅智慧城市嘅解決方案嚟㗎嘛。光電充一充，未來更輕鬆。我係光電嘅偉仔，如果你對於充電都有咩其他特別嘅諗法，我喺呢度等你，歡迎你俾多啲嘅意見我。